那有一天就有一个老人家，因为通常这一类的药都是比较属于慢性病的药，比较会做成这样子的一个目的。老人家以前我们在长庚的时候，就是老人家一直都拿很多药回去吃嘛，然后回去吃，然后伊就来讲讲，小姐，拍谁吼？你像你我吃的药啊，到最后都还是这样子原封不动的出来，那是不是这条药有问题啊？那无可能互咱安尼能够吸收，然后充分的就在体内这样子消失掉，那我可能排出来。那我们就会跟他解释说，是啦，因为有迄药啊伊顶管有一点沫，是咱头脑里顶管有一点沫。但是话这点沫是无法度互咱消化的，无法度互咱消化，咱是不是随着食物肠道食物就这样子出来迄无要紧那就 OK， 那就能够了解嘛，然后也能够知道说那算是属于正常的。那有一次，因为以前或许在长庚很忙每天光是包药就好几200-300个人次，一个人包200-300个人次。那有时候药一整罐嘛，还在安装那我就是这样。就有时候药我们知道我们开起来里面是不是会有那个什么，除湿的，除湿那个叫什么？干燥剂啦。那个很多厂商它干燥剂的形状都不一样，有的是一整颗大颗的，有的是一小包，里面有很多颗因为或许说就是有时候很忙的时候，在倒药的时候，那个包装印都要很快，有时候那个干燥剂就很懒得拿出来，它就随着那个药包就交给病人，然后病人回去就觉得说，那个病人很可爱因为你包马来在做这样然后因为他们那种慢性病一次都要吃好多颗有时候药都要吃2-3颗然后他真的把那个打开然后就在那边数2-3颗来吃，然后回来就会跟我们，就是下次回诊的时候就会跟我们讲说，那个小姐那个药你敢提出这个我没吃完的我们就去算，不对你可能讲你是不是话无吃，是讲倒一两日无吃到，那会去出遐济药伊会讲无我倒去细粒的先食，迄足歹算的。你要把一整包的那个干草剂一颗一颗的，他也把它当药。然后他就这样子，不要紧张，那个不会有什么事情。后来我们就知道说，原来病人配合度这么强，我们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完全没有疑问后来我们就知道就是原地的禁止药包里面要放干燥剂。因为有时候真的很忙，你得维生素不也得出来，哪算而已。关键这些病人应该都知道，因为长期在吃的药，应该都知道他们自己会去拿起来。结果哪知道他们那么可爱，真的把它解开来，一颗一颗算着吃。所以就让我很汗颜这个后来我们就在想，讨论说，那我们在包药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可以把病人视为理所当然，他们应该会知道。因为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还是要注意，这是我们的本分。不可以把责任推说家父医院感动场面这个知道说应该要拿起来，这个不是他平常吃的药物的形状结果病人真的是很可爱干燥剂。好，那我们宣导短片还要看吗？好，再看一下好了啦尽一下我药师的职责。既然人家卫生组拍了这么好的短片，我们就来欣赏一下。不要说又不行。还在走那我还要再提供消化吗？不行那个速率我看你往下跑，往下走到哪里看看。而且我后面还有短片，大家敬请期待。如果这个不行的话，我后面还有，不要管它这个档案比较好。可以的。可是我鼠没办法动可以的，是。然后再按一次吗？
呢？放弃了，好了，你也等得很辛苦，我知道，我也很紧张。为什么我期待的都没有出来？怎么办？我这样对不起你们呢。我今晚洗下面泡面。